6月2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好溫和嘅人啊，有女性嘅特質，中意付出同埋中意分享。好多時咧，你都好少俾自己嘅意見㗎，你會有一個持平嘅態度，中意緩和氣氛同埋幫人。你好識照顧人，從來咧都唔會樹敵嘅，態度謙虛，好受身邊人嘅愛戴同埋信賴。個人咧純真，帶有少少嘅脆弱，同埋好中意依賴人。而喺感情方面咧，你好聽話，無論男女都係咧，都有少少母性嘅特質。記得先諗清楚自己係咪真係中意嗰個人咧，係好重要嘅。你想早婚，渴望結婚，而性嗰方面咧，你習慣將主導權交俾對方。哎呀，你想點就點啦。有時咧，對方咧唔係好明白你嘅感受嘅。好多時咧喺性呢一樣嘢，溝通係好緊要噶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一啲輔助他人嘅工作咧，會比較適合你嘅。無論男同女都係啦，可能服務女性嘅工作性質咧，會比較啱你多啲。因為你個人好細心啊，知道女性咧需要啲乜嘢。一啲競爭性嘅工作咧，可能咧就未必啱你啦。對於錢嘅概念方面咧，你認為心靈啊、感受呢一方面咧係大於錢同埋利益嘅，你唔會浪費錢。如果你積善積德嘅話咧，有機會承繼一啲巨額嘅財富嘅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幫人你就叻啊，但係咧就唔係好識得協調自己，亦都唔係好識得對自己好。要重視自己多一啲，擺自己喺第一位，好咁樣鼓勵自己，完成一啲咧自己想做嘅事。